六四舞台劇廣告被拒登，被拒登嘅海報就係呢一張。你喺個 poster 度，你會見到有即係天安門廣場啦，你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啦嚇。咁其實咧，你見到都係隻風箏同埋有個人揸住個白花嘅啫。咁其實佢哋都覺得敏感，其實係代表啲乜嘢咧？即係好遺憾咯，即係香港嗰個言論自由空間係即係見到係即係可能越嚟越窄。出舞台劇叫做《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》，故事講述一個香港女記者六四時喺天安門嘅真實經歷。近年六四20週年首映，月底會再度演出。製作嘅劇團六四舞台3月接觸德高貝登廣告公司，希望喺九巴嘅燈箱落廣告，但被拒絕。而家只能夠喺各大專院校巡迴辦小型音樂會同派傳單宣傳。廣告公司話個廣告清楚講明關於六四事件，而公司政策一向都唔接受任何同政治有關嘅敏感題材。